继续来看南投县政府为着要来解决掉粪扫的问题，是规划要伫个民间乡的新民村来起焚化炉，再去伫个南投市举办宽平初审的会议。结果有900个乡亲甲环保团体到场抗议，搁甲警察起冲突。会议如下。 南投市中兴新村举办焚化炉宽平初审会议，外口有几百个民间的乡亲甲款团有布条画口号，强烈反对。民间乡是我们全台湾最大的手摇饮的这个茶乡哦，有1万多人都是靠这个在生活的哦。那你这些污染物对茶这种非常脆弱的植物来讲是影响非常大的。抗议民众为了表达对县府政策的不满，佮想要冲击会场，甲警方爆发的冲突。 会议是一个公开会议，你莫骗人无参加。后来会议也开放，抗议民众登记发言，表达意见。今天的会议如果顺利通过，进到2阶的时候，我们在2阶段就会召开公听的会议哦。环境部也讲，宽平是依照行政程序，会尊重地方意见，要求相关单位加强说明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